主航2025年4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候美好的见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24章35节到53节。迄两个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，甲耶稣伫掰饼的时，因遮认着伊的经过，拢甲因讲。迄两个门徒伫讲遮个代志的时，耶稣亲身徛伫因中间，对因讲：愿恁平安。因也惊也掣，想讲是看到鬼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不安？心内哪会伫犹疑？看我的手，我的骹，确实是我。恁望就知，因为鬼无骨无肉，望看觅咧，我拢有。伊讲了，就将伊的骹甲手伸互因看。因欢喜甲毋敢相信，还感觉奇怪的时，耶稣问因：恁遮有啥物通食无？因摕一尾烘好的鱼互伊，伊就伫因的面前接去食。后来，耶稣甲因讲：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，一定着应验。这话我还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甲恁讲啦。耶稣就开因的心窍，互因明白圣经。对因讲：圣经有安尼记载，基督着受苦难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。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，对耶路撒冷去，传到万国。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。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，就伫这个城听候，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。耶稣带因出去，一直到伯大尼，然后举双手甲因祝福。伊伫甲因祝福的时，离开因，受接上天。因就甲伊拜，然后欢欢喜喜转去耶路撒冷，继续伫圣殿称赞上帝。听候美好的见证。伫咱的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有听候的经历，譬如讲等公车、等消息通知、等朋友来访等等。袂通否认的，假使所听候的人事物真重要，却阁无法度及时得到回应，也是确定，总是会互人感觉焦虑不安。毋过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听候并毋是被动的拖延，是主动甲上帝同工的智慧。国家地理是一个专门制播纪实性节目的电视频道，节目内容涵盖科学、自然、生态、文化、历史、探险等主题。每一摆看到节目中政治的影像甲详细的独家报道，总是对领领团队的成员深感佩服。捌看过一条有关领领师的报道，因为着掠翕独特的画面，经常冒险进入艰难的环境，也常常爱忍受严寒、酷暑、狂风、暴雨等恶劣的天气。特别是为着翕到动物行为的画面，这个完美的瞬间，拢是领领师花费几若点钟，甚至几若日的时间等待的结果。伫听候中，领领师必须保持极悬的耐心和专注，无放过镜头前的任何一个影像。伫报道中，领领师也分享
每一次执行拍片任务的时，除了器材装备爱周全，搁较重要是体力和心理必须做好准备，以便克服长时间拍摄过程中的种种挑战，搁如愿创作出震撼人心的影像，向世间人展现万美的奥秘。耶稣伫国仔上天以前交代门徒，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，来得到赦罪的道理，对耶路撒冷起传到万国。不过耶稣并无爱因随时前往各地，反倒是吩咐因先转去耶路撒冷听候。耶稣吩咐门徒听候，毋是互因无代志做，是爱因先做好准备，内在更新，通迎接圣神临到因。圣神什么时会临到呢？耶稣并无提出具体的时间表，因为安尼门徒爱学习伫无确定中信靠主，顺服伊的时间甲计划，毋是靠家己的想法急要行动。搁再来，耶稣吩咐门徒爱做伙听候，也就是透过共同的听候，体会到彼此扶持的重要。总之，耶稣要求门徒听候，绝对毋是无意义的。伫现今总是要求节奏快速的社会呢，听候是基督徒的重要功课，因为咱毋是简单静态某一个结果发生，是伫咧听候的过程中，更较深经历上帝的同在，搁对迄中间学会晓信靠、顺服，通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当人看到咱伫困难中也会当平静听候，搁坚定信靠上帝应允的时，咱的生命就真做强，搁有力的美好见证。默想：面对困难也是无确定的情况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当用信心和耐心，全然交托仰望上帝的带领，无急要将家己的想法付诸行动？面对困难也是无确定的情况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当用信心和耐心，全然交托仰望上帝的带领，无急要将家己的想法付诸行动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学习听候，赐我所需要的能力甲勇气，互我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拢会当成做美好的见证，向世间人高举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